小伙，你也太过分了啦！你昨天一直跟我说你要带我去吃好吃的，结果我们一到了饭店，你马上睡着，是怎样？歹势啊，走比你还太忝呢。不过白天来没关系啊，你看风景多好。风景是好，那是一直下雨怎么办？下雨哦，我跟你讲，很值得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要带你来的哦，是个异国料理。异国料理？那唐贡哦，给厨师很会过瘾呢。The chef is a foreigner？ 哇，还蛮特别。看到吗？你看下就底了啊。就我刚刚跟你讲，俄罗斯的。Yeah, I think these are Russian dolls. 那个娃娃。Yeah, Russian dolls. 娃娃。亚锦店哦，是很有名的异国料理，俄罗斯料理。Yeah, I heard the chef here is a foreigner. 偷，要不些厨师哦，很会过瘾。所以是很道地的味道。这里真的有一个那一种 foreign feel。真的是有点像一个 Western restaurant 这样。菜单哦。Thank you。那我们推荐的是手工肉丸子。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懂这些 foreign cuisine， 我们没有很了解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听他推荐的，我们就各来一份。好，谢谢。Where is the chef from？ 白俄罗斯。啊，真给呢。Oh, so the chef really is a foreigner。所以这是俄罗斯餐厅，然后厨师来自白俄罗斯。对。一定很道地。我没有骗你吧？好，很道地的。好，期待你的餐点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the chef is a foreigner， 我们一定要吃到他每一个前菜、主菜、甜点。哎，叔叔来了啊！你好。白俄罗斯肉丸子。哇，好香哦！它里面是包什么啊？里面是猪肉和牛肉一半。猪肉和牛肉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大耳朵韭菜盒子。对，韭菜盒子啊，大耳朵。大耳朵啊，它真的是耳朵的形状，你看。你比较像嘴唇。对。考不嘞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And what's your name? Valerie. Valerie. The chef's name is Valerie. 谢谢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。Thank you. 谢谢。哇，你要先吃哪一个？看起来都很不错哎。那应该是这个是我的，这个你的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啊，这个给你吃，让我慢慢吃。你吃不完啦，没关系啦，我就这个啦，这个啊，你不是喜欢吃烤布雷吗？两个都给你，两个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一起吃好不好？要跟豚糖哦，懂贴片哦，也厨师很会过瘾。 The chef is a foreigner. 偷个，好啦，吃口内啊。